你咁相信呢度可以一次過滿足海景、市中心、別墅過萬尺會所嘅配置嗎？今日 Cindy 帶大家揭密海景別墅啟德雲景。我哋參觀別墅3號屋，4房4套，外連私家泳池以及天台。室內實用面積4355尺，寬敞又大氣。飯廳放到8人大餐桌，招呼朋友唔失禮。兩面超寬闊落地採光窗，可以水平線咁樣欣賞到維港海景。推門就係老闆你嘅私人游泳池，可以喺呢度一邊游水一邊欣賞咁靚嘅維多利亞海景，呢種享受真係太正啦！廚房採用 U 字型工作台面，仲有頂級 Wolf 廚具，另外仲有10 CEVO 雙門大雪櫃、紅酒櫃以及洗碗機等等，令你下廚更有質感。通過咁靚嘅樓梯就到達我哋嘅寢區。呢層係3房3套嘅設計，洗手間主要係純白石材，盡顯高貴。其中2間套房可以享有維港海景，每間套房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而另外一間就帶有露台，享有戶外空間。2樓整層都係主人套房嘅空間。主人房3邊落床當然係標配啦，呢邊仲有個小露台俾到老闆你。再過嚟呢邊90度嘅轉角大窗，可以俾老闆你270度欣賞無遮擋嘅維港海景。連接主人房以及浴室，中間會有一個超大嘅衣帽間。呢邊一邊可以放老闆你嘅名貴手錶，另外可以放老闆娘嘅名牌手袋，兩邊互不打擾。浴室除咗有一個咁靚嘅鵝蛋型浴缸，呢邊仲會有一個雙寫酒盤，主要都係以純白色調，感覺非常柔和。天台係你嘅專屬觀景勝地，老闆試想一下，大時大節呢邊綻放煙花，可以喺天台度同屋企人一齊飲住香檳，觀賞咁靚嘅維港景色。另外仲配有2個獨立停車位。呢套海景豪宅別墅，你會為佢打幾分？歡迎評論區話俾我聽。大時大節喺天台同你屋企人一直喺度飲住香檳，望住